唔知你对救国团印象敢是停留伫战斗营？现在因除了是中心还是中心有满满的课程，更是帮助清寒学生从事救人救助甲生命教育真好的典范。新的一档开始，为了培养淡市偏乡学生有好的阅读习惯，因特别推动鼓励计划，用类似手指谱的方式，让学生记录阅读。预计到24间学校，帮助1252位学生。台视救国团，我们真的是一个社会公益的团体啊，能够透过这一种方式啊，透过这种阅读存折的方式哈，帮助一些偏乡的学童啊，能够真的用心的去学习啊，用心去阅读一些书本，我们帮他筛选好的书本，这样的话啊，我相信在他的人生中一定有很大的成长。面对人工智慧的时代，提升所谓学习甲阅读的能力，就是对偏乡学校上好的投资，嘛，互应邀出席的2位校长表达感佩。偏乡的学校的校数是西南西北通通都有哈，真的很感谢我们救国团呢，在不只推物资关怀的这一部分，更着重在孩子的阅读哈。这样的孩子哈，要去翻转他的人生啊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其实啊。我当校长至今大概也迈入第16个年头了哈，其实持续上都在进行，就是2件事情，一个是数位能力的提升，一个是阅读能力的培养。有好的计划，嘛希望学生愿意自主学习，所以团委会制出了阅读挑战比赛甲商品卡等奖励，希望拍开后一代更较侪可能性。每个学期。我们会请学校来统计，就是前10名的阅读量最多的同学，我们来给他们奖励。那我是用这个 7-Eleven 的商品卡，100块来做这样的一个鼓励哦。那每个学期为一个单位，所以1年我们会做2次啦哈。2025爱你爱我，救国团走入偏乡，赞。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。